喺輾轉之間有接觸到催眠治療啦。其實催眠治療都好幫助到自己慢慢拆解，可能有啲背後嘅想法係點咧？因為即係可能有陣時有啲想法嚟自可能細細個即係 develop 咗，係覺得原來有呢個 concept 係咁樣嘅，係嚟自咁樣嘅原因。可能即係細個會有好多比較啊，或者可能即係成個環境係咁樣嘅時候，都會變咗，直到可能到大個嘅時候，都會對自己覺得自己可能成日都未必處於最好呢個階段啊，或者狀況咧，其實都係令到自己可以好好反省，或者可能回顧一下。至於對於喺催眠治療之後咧，其實情緒都對自己覺察上面各方面都有好多好明確嘅嘢嘅，或者會了解翻原來每個情緒其實係嚟提醒我哋係做啲乜嘢呢？因為有陣時可能看似唔好嘅情緒，但其實每一個情緒都係幫助我哋成為一個更好嘅自己啦。焦慮嘅情緒其實都係嚟提醒我哋做啲嘢做得好啲，想成為妥當啲咁樣。千祈唔好就俾呢一樣情緒就覺得好抗拒，好唔中意，跟住就昂開咗。其實可以學習嘅階段咯，同埋有陣時都會表達多咗自己內心嘅想法嘅，因為覺得到內心有陣時原來有啲唔中意嘅部分，究竟點樣好好表達自己咧？呢個亦都係好重要咯，係啊。咁跟住落嚟就講下究竟點樣好好即係喺呢個環境裏面，成員有唔同嘅情緒部分，或者係即係如果你問我要學習呢樣嘢，其實都真係近幾年係慢慢了解到，可能原來每一樣嘢一環扣一環都有好多唔同嘅影響啦。例如喺催眠治療裏面就可以了解多咗，原來潛意識裏面影響住我好多唔同嘅行為，而我哋係唔自知，或者可能有陣時可能講咗好多 sorry 唔好意思呢啲都係因為基於可能我哋潛意識都係覺得罪咗人哋，或者可能都想包翻個底先 kind of 好似一啲防止自己受傷。其實可能我哋都冇做錯一啲嘢嘅時候，咁究竟呢一啲即係所謂嘅 sorry 同埋唔好意思係咪真係咁重要？都試過可能中學嘅時候都可能未懂得點樣學識同唔同嘅朋友，或者可能未懂得學識同唔同嘅人相處啦，即係都會覺得原來呢啲所謂嘅沙沙石石每一個點，到我哋大個即係好好咁樣逐個點去擊破嘅時候，其實都會令到我哋更加慢慢成長起嚟啦，慢慢亦都知道原來呢啲問題亦都係可以有辦法去解決。因為曾經都覺得就係壓抑咗，唔需要去面對就已經好好啦，反而係我哋接受咗，知道咗有呢幾樣嘢存在，係咪當刻即係咁需要即刻轉化？又未必需要，但係同時都會覺得要好好面對自己有呢一啲嘅部分啦，即係看似唔完美嘅部分，點樣去慢慢逐點去擊破，亦都係好重要嘅。